他的跳的也好啊，是不是？很快乐，这些小朋友后面。在拥挤的后面的。都选年轻的嘛，谁选老的嘛？是不是？上研究谁选？你要去追当他们粉丝吗？真的，那就出嘛，有很多只。这动作都差不多，你看到我终于变换了一下。我要坚持自己的那个，我要拍自己喜欢的，是不是？又不是官方比赛。哦，这个人他没来，等一下，这边。在直播，这儿，这边。没有，这儿，他这个地方，这个吧。我是转了一圈没看到人，头一段有这个东西。我看那个大我拍这儿水给我下啊！还是狗的。好了啊，你帮，没事。这水来了吗？25个人，没看，我有些看一下。一般看相机啊，没看我只看视频没有，网络不能正常，视频没有，一般我看。说这么多，根本得不了这个。好，你好，拿不完嘛，拿不完。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黑衣服的吧？这个，对，就这个。这要拿一个，太多了。
哎，请问你叫什么了？鲁是吧？我叫4个字，4分钟嘛。啊，对。4分钟嘛。我看那个第4次好像是4分钟嘛。这落上了呀。落山了啊！前面，好像在上哈达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现在手点难受呀！哎。走马处在哪里？走马处啊，在这边，这个第一个。我吃上来了。好，谢谢。等下落山在这里。好，这个，哎，对，落山了。哇！还有人卡。OK， 放。下一局。我在那个油盆里面抢不进。就这个吧，要不条高压猪算了吧。好，可以。5斤了。这边，来吧。这个。我没跟你说直接过来，反正就我没跟你说，因为他不在，是吧？不需要说。不要机会去，没事。
来就跳2圈就走了，他们25个人。来了25个人，跳了有没有20分钟？没有吧，几分钟，交流一下，后来认识一下。这边穿黑衣服那个，黑衣服的那个，黑衣服的。这个好走。Hello， 他也。太多了不好，不知道放哪个位置。对啊，你看老年团没什么拍的，没拍的欲望。拍自己喜欢的，不要去在意那些。年轻了我就使劲拍，老了的话我就没什么拍的，一点想法都没有，都没有朝那边什么拍好一点，多拍点他们，我觉得多拍一些他们自己跳舞的，多拍一点团队跳舞的都比他们好看一点，因为你的舞姿根本就怎么说上年纪嘛，学不到啥，都是他们重复的太多了。前面第一个高个子，第一个这个嘛，哎对。相机对了你的啊，他的手机对着他的。2个他都不知道，一个小的，一个大的。王清那个是另外一种玉树一舞和狂八一舞，老年人跳的和年轻人不一样哦。门卡啊，门卡。这个小孩子，这个穿白衣服，对。没有了吗？
果状物有几大种类嘛，不是屏幕上打的吗？就是重播的时候把那个种类都介绍了，包含衣物，包含那个，其实还包括那个热巴公舞也是，还有踢踏舞也是，单子周才有踢踏舞。然后全都跳。抄近路走的，抄近路走的。就是好久没跳这个了，很久没跳了。还有嬉笑吉祥祝福也是。